2000年後，蕭若元述往事，論當世，思來者，同大家一齊細說太史公史記。好，跟住落嚟講嘅咧，就係周子啊，齊有三周子，有三個人，其前係周忌。周忌係以鼓瑟干威王，古琴干威王，彈琴好叻嘅，彈琴好叻即係彈吉他好叻啦，係嘛？因及國政，封為成侯而受上任，結果咧係治理國家咧係封咗成侯喎，而係做咗丞相喎。先孟子呢個咧係早過孟子嘅，呢個影響唔係咁大，最重要下面嗰個，其次周顯，後孟子，跟住咧就到周顯，又到孟子。周顯倒有國者，益淫奢，嗰啲擁有嗰啲國君啊，係越嚟越奢侈喎，不能上德，唔能夠崇尚德行。若大雅整之於身，斯及黎瑞矣。即係咧要用大雅嚟到管束佢哋，用一套嘢去嚇住呢啲統治者，用一套學問去控制啲統治者，令到統治者嘅行為咧對啲平民有益。嗱，跟住落嚟就會解釋係點做呢樣嘢。其實咁點嚇啲統治者咧？咁有樣嘢威過統治者先得㗎，即係恐嚇嗰啲統治者㗎。即係以前即係譬如話，即係猶太國族嗰陣時，咪整個上帝出嚟咯。咁於是咧，佢就整咗個天出嚟，整個天出嚟，用天嚟到管住嗰個有絕對權力嘅統治者。咁啊，作一套理論基礎出嚟，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於之變啊！咁咧，於是咧佢就作咗一套嘢，呢套嘢咧係包括咗陰陽、由五行同埋所有神怪嘅變化。宗旨五德宗旨講呢一個五德究竟係點樣？大聖之篇10餘萬言，作咗10幾萬字。其言宏大不經，佢講啲咧大到不得了嘅。一陣我講下點樣大到不得了咧，即係咁咩叫？但係佢咁，佢係由好細開始喎，必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啊！由好細嘅嘢講開，嗱呢啲嘢係有咁嘅原理。咁於是咧，佢又講大啲，又講大啲，講到無窮無盡咁大，無窮。咁呢就嚴格嚟講，呢啲有科學精神喎，呢個還原論就係咁樣樣嘅咯。即係我哋首先講啲細嘢，即係咁樣係用細嘢，即係唔係好細嘅嘢，你唔能夠用實驗證明噶嘛，即係唔能夠去證實佢係咁樣樣噶嘛。先序今以上至黃帝，由而家開始講起，一路推返上去黃帝，學者所共述，然後就講由而家講返到呢一個黃帝嗰陣時，咁啊。然後咧就講嗰啲學者所尊崇嘅學術嚟到解釋大病勢盛衰，點解邊朝係咁，邊朝係咁，邊朝係咁，即係個後歷史解釋，即係咁樣係，即係作一套理論出嚟，然後推翻啲歷史。嗱呢度就咁解，呢度根據我嗰啲學説，所以佢咪衰咯，所以佢咪死咯，所以佢咪成咯，冚唪唥我嚟解釋翻歷史。呢啲係後歷史嘅假設。即係好似馬克思其實都係咁樣，學因在其機場道濟，推而遠之。喺呢一個咁樣嘅歷史嘅長河入邊，就講出咗機場係一種求福，機場即係一種求福，或者想知道禍福嘅究竟個禍福係點樣嚟嘅咧？個制度究竟係點樣咧？然後再推而遠之，再推遠啲，揾耐啲嘅歷史根據，至天地未生，哇！去翻 Big Bang 之前，即係呢個天地都未曾有嘅時候嚇。擾命不可考而原也，去到天地未曾產生，蒼茫大地都未能產生嗰陣時候，好悠遠嘅
唔知道係由邊度嚟嘅，最後係。好啦，佢係點做嘅咧？佢先列中國名山大川，佢咧講好多地理、通谷禽獸、水土所植，講埋晒禽獸啊、植物啊啲咁嘢，物類所珍。點解有咁多物類？然後將啲嘢整一套理論出嚟，推因而推之，又話呢啲上面有啲乜嘢呢？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啊！又推到中國以外嘅世界，佢可以話埋俾你聽，中國以外嘅世界，即係等於而家啲人講 UFO 一樣啦，即係咁樣係。稱引天地倍判以來，五德轉移。天地倍判，乜嘢係倍判啊？個天地割開咗，天地本來合而為一噶嘛，好似個鳥卵咁樣噶嘛。後來清者升天，濁者落地啊嘛。天地分開以來，五德轉移。五德係乜嘢啊？即係中國人發明嘅一套，其實即係全世界呢啲文化都有發明一套差唔多嘅嘢噶啦，就係五種 element， 五種元素係金木水火土嘅互相推移。中國人就用五行，五行就金木水火土，東方就係木，南方就係火，西方就係金，北方就係水，而土喺中間。呢五德係會輪流轉嘅。你諗到五德點解會輪流轉呢？春天係咪呢一個係木啊？草木繁增啊。夏天係咪好熱啊？係咪轉咗火啊？秋天係咪可以落葉有消殺之氣啊？咁呢個就叫金啊。冬天咧就好凍，咁所以咧就係元水。佢係輪流轉嘅，好似四時咁輪流轉。治國有宜，你嘅統治要跟翻呢啲五行嘅轉變，而符應藥師，佢結果你做一啲嘢，上天就會作出一種感應，或者上天嗰種感應，你就要喺做啲行為嚟到相應，係非常之靈嘅。呢個符應係。咁佢又講個世界幾大，我咪講個世界幾大啦，大家鬥講個世界大啦。咁呢一個係呢個中國人呢一種咧就叫做好大，咁比佛家講嗰啲咧仲係好細，即係咁樣係。佛家更加吹到咧無限量咁大，即係呢個係。儒者所謂中國人者，你哋儒家所謂識得嘅中國咧，係天下81分之一啫喎。點解咁犀利咧？中國就叫做赤丸神州。赤丸神州內有九州啦，呢個就係禹共九州啦。禹之聚九州是也。我哋所謂嘅九個州，中國九個州其實就係一個州，佢夾埋咗呢個大洲。咁呢個咧就係赤丸神州。呢啲咁嘅禹所講嘅州，其實唔係真係州嚟嘅，不得為州數。中國外好似赤丸神州咁樣嘅咁大嘅地方咧，又有9個，呢啲咧就叫大九州，即係真係嘅九州。於是又卑海環之，每一個九州咧就有一個大海係包圍住佢嘅。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，嗰啲人民同埋禽獸互相唔能夠往來嘅。咁即係古代嚟講係不能往來喎，即係美洲同埋即係呢一個歐亞洲咪唔能夠往來啦，係嘛？有啲唔能夠往來啦。如一區中者，乃為一州。一區中間嗰個分為9區，9區入邊咧，每一區中間嗰個咧又係一個州。咁即係赤丸神州咧，咪99咪8分之一咯，即係咁樣係。如此者9，然後呢個9州咧。又有大型海環其外，有一個更加大嘅海包圍住佢。天地之際然，呢個咧就無窮無盡咧，去到天地嘅邊際嗰度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對呢個，因為對個世界嘅無知啊嘅想像嘅主，當然係個主觀想像。其實皆此類也。其實佢講嘅嘢咧，大概都係呢啲咁嘢，但係。佢講個世界係點，五德係點樣，
做乜嘢會吉祥？做好嘢就會吉祥。呢個嗱，做好嘢會有報應，做壞嘢個天就會懲罰你。佢係用個天嚟到嚇嗰個國家領導啊嘛。咁咧個天咧就會俾啲面色你睇下嘅，即係譬如會有時會落雹啦，有時會地震啦，咁咧就係警告你，你仲唔改善咧就會打死你，即係咁樣，係即係咁樣。其實皆此類也，然後佢勸你做乜嘢咧？佢用呢一套嘢嚟到言其要歸必止乎仁義節儉，其實都叫國君咧要行仁義同埋要慳嘅啫。唔好亂咁使錢，即係咁樣係。君臣上下六親之私，此也濫矣。然後咧再推而去到君臣上下六親嗰度實行，將呢一套咁樣嘅理論繼續好似流落去，好似水咁樣，此也濫矣。王公大臣初見其術，渠焉固化。哇！一聽到咁偉大嘅學説，即係咁樣係好驚！哇！真係原來個世界係咁神奇嘅咩？我做嘢係咪要小心啲咧？其後不能行之，但係結果佢又係要管束你啲行為啊嘛，所以結果咧都係唔可以實行嘅。是以周子重於齊，但係佢講嗰套咧好嚇得人嘅，好嚇得人嘅，即係呢一個。等於佛家講，喂，我哋嘅世界係好細，喺呢個宇宙入邊係一粒微塵，因為個世界外邊又有世界，世界外邊又有世界，世界上邊又有33天，33天入邊又有第二個天，即係咁樣，係講到好大好大噶嘛。咁你講到咁大，人哋都驚你啊！即係佢信一成都死噶嘛，即係咁樣係。昔梁惠王交迎，執賓主之禮。喂，佢嘅地位啊之崇高啊，去見梁惠王。梁惠王去郊外迎接佢，同佢唔敢當佢係臣子，係執賓主之禮，當佢客人。昔召平原君，去到趙國係點啊？平原君則行別席，平原君係坐側俾個主位佢坐，掃乾淨嗰個席等佢坐。於燕，去到燕國，昭王擁衛先驅。昭王係攞個掃把喺佢前面，呢啲當然係象徵性啦，幫佢掃乾淨條路，即係咁尊重佢喎。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，昭王好似係佢嘅弟子咁樣聽佢講，築碣石宮，為佢起碣石宮，親往師之。自己當佢係師傅，作主運，係講佢教導點樣關於呢個五行嘅宗旨。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，佢去遊到諸侯嗰陣時咧，啲諸侯係咁尊重佢嘅，同孔孟唔同。喜與仲尼菜色陳菜，點同仲尼？喺陳菜冇飯食，絕食於陳菜，搞到面有菜色。孟柯困於齊梁府，孟柯喺齊梁又係搞到好困迫，唔會嘅。周子係非常顯赫嘅當時。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，武王係用仁義打紂，所以稱王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係咪仁義咧？打人已經本身唔係仁義啊！調翻轉頭，呢個更加仁義。伯夷餓不食周粟，伯夷咧就好緊張自己嘅操守，情願唔食周粟。衛靈公問陳，其實呢個陳字，而孔子不答。衛靈公問打仗嘅嘢，孔子唔理佢。梁惠王謀攻趙，梁惠王問孟子點樣去打趙國，孟子稱大王去焚。孟子又係唔答佢，就講翻昔日
周朝嘅遷世大王，即係古公坦虎搬去汾嗰笪地方嘅教訓。當啲國君問打仗啊，問呢啲咁嘅嘢時候，孔子孟子係唔會答嘅，係唔會答嘅。佢哋好緊守自己嘅原則嘅，只係有以柯世九合而已哉，係唔會屈將自己嘅為咗去就呢個世俗嘅意見，去將自己嘅主意改變嚟到去遷就人哋，以求可以得到呢個功名利祿，得到國君嘅重用。好啦，辭方銳，欲內圓鑿。你攞一個四方木入落個圓窿度，其能入乎？入唔入得到咧？兩樣嘢一定撞噶。你講一套嘢，同世俗要嗰套嘢係急唔到嘅，同國君嗰陣時要嘅嘢。做人係咪要咁樣應該咁樣堅持原則咧？有啲人係，有啲人唔係。呢個司馬遷咁講，即係如果純粹儒家嗰啲人，一定係講孔孟啱㗎啦，即係攻擊其他人。即係司馬遷嘅立場唔係咁。或曰：伊尹負鼎而抿湯以往。伊尹係孭住個鼎去幫湯煮飯，結果就係幫湯做咗鑊，係做一啲嘢去就對方，等對方可以重用你，討好對方。百里奚販牛車，販牛車下而木工用罷。百里奚喺個牛車下邊食飯，係肯咁樣屈膝，而結果佢幫咗秦穆公稱霸。作先合，先做啲嘢去迎合對方，然後引之大道。佢做嗰啲嘢係對方想聽嘅，又引翻佢去正確嘅道路上邊。呢一個就係伊尹同埋百里奚所做嘅嘢。周顯其言雖不軌，周顯作埋啲咁大嘅嘢，講點樣天地呢嗰啲星變啊、五行宗旨啊呢啲吉祥嘅嘢，因為嗰啲人中意聽呢啲嘢，所以佢哋就作呢啲嘢，作啲嘢，結果係想氹翻嗰啲國君，恐嚇啲國君，守翻仁義啊嘛，所以佢咪咁講咯。倘亦有牛鼎之意乎？都係同埋喺牛車下邊食飯，孭住個鼎去服侍君王一樣嘅啫。周顯呢一套嘢係，而佢就係同呢一個孔孟係唔同，即係咁樣嘅。好，呢節到呢度完。